好，各位晚安，係主內平安，歡迎大家出席我哋愛國人團契2025至2027年度職員就職典禮。我係新一屆書記馬佩榮。大家好啊！我係愛國人團契嘅團長林月明。今日好高興咧，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咧，一齊見證我哋新一屆嘅職員會誕生喎。我哋而家一齊咧頌立唱我哋嘅團歌，同埋咧讀出我哋嘅團訓。歌詞會喺我哋嘅聚會表裏邊。不是依靠勢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靈，方能成事。撒迦利亞書4章6節下。